你估英國起一個屋頂要幾耐？其實今日一日已經起咗大部分。原因係英國大部分屋頂其實都唔係現場逐條木起，而係工廠一早預製好成咗 roof truss， 再運到工地安裝。所以現場睇就好似砌 Lego 咁，一組一組放上去。你見到每個接駁位都有呢啲金屬片，其實佢哋已經喺工廠已經將成個結構壓製好，再運過嚟。所以施工速度真係可以快好多。不過快唔代表平，單係今次個屋頂材料都接近5000磅。最麻煩仲唔係價錢，而係之前 supplier 延遲送貨，搞到成個工程差啲停晒。所以做 developer 其實唔係睇今日起咗幾多，而係睇屋頂幾時可以真正封頂。因為由嗰一刻開始，後面所有室內工程先可以全面展開。原來真正決定工程快唔快，唔係 builder 做得快，而係施工嘅 sequence 有冇排得啱。下一集再帶大家睇點樣一個屋頂可以影響成個工程進度。